貴麗田活動建築物，高12米，寬17.5米，益花山門4柱，關南形柱嘅基礎，仿結山頂式。中門上方鑲嵌着七星南3個字，係已故嘅朱德元帥第1959年親手題字。牌坊廣場自1994年底進行擴建，面積已達28,000多平方米，同時可容納2萬多人。2010年重新對牌坊廣場規劃改造，成為今日肇慶嘅一個閃亮豔麗嘅文化景觀，包括牌坊晚盛、廣場文化活動同彩色音樂噴泉表演等，係一種戶外活動、精神文明建設嘅一個窗口。今日嘅牌坊廣場唔僅僅為市民和遊人提供一個觀賞娛樂活動嘅廣泛空間，亦係體現肇慶市人民精神文明嘅一個窗口。係肇慶市嘅建設性建築。肇慶牌坊音樂噴泉係漂浮式中大型音樂噴泉，其平台長132米，寬10米，其中主噴高108米，為弧形設計，與廣場嘅弧形圓岸相呼應。音樂噴泉水型同燈光嘅組合效果有幾百種之多，其變大多端、夢幻可盡、色彩斑斕嘅效果堪稱亞洲第一。噴泉隨著樂曲旋律，有無數水柱同